各位好朋友，大家好。咱今仔日普通考试114年的普通考试地方自治概要已经考了所以咱用上紧的速度嘛，感谢有这个考生好朋友甲伊的题目传互我所以咱会使用上紧的速度甲大家做一个讨论。好因为我嘛这个简单摕到这个相片的档案尔，所以我就用念的这两题咧念先念互大家听，讲今年的114年普通考试等自治大概考什么物件。咱讲申论题部分，第一题叫做地方自治团体，虽然会使照这个宪法甲这个地方制度法的规定来去家己立法，搁来这个执行自治事项，但是爱去符合着法定的这个程序搁有这个条件，才会使来去实现这个权利所以伊这个题目是咧问讲你讲地方自治团体会使家己立法会使呢根据因的家己的立法来去执行地方自治事项但是伊这个制定的过程毋是讲伊想要定啥就定啥，伊有真侪的这个条件去符合着这是第一题第二题咱嘛先甲大家讲者，等下咱再来讨论。第二题伊考的是这个根据地方制度法分析要来做地方民意代表所有的这个权利甲义务是啥物物件是这两题。咱第一题咧考地方立法机关伊要立法有啥物款的条件。第二题就是咧考地方的议员有啥物款的权利甲义务这两题老实讲起来，头一件代志就是要来甲大家讲，你敢有看出来？这两题拢是配合着咱的新闻事件的题目什么款的新闻事件咧？咱讲有人就考试进前拢一直咧个团咧问我讲，老师这个时事新闻会不会考？互人问甲足烦的，我就甲你讲嘛，伊会考，但是伊是用无共款的方式甲包装一下。来考出来，所以你若是看无，你就感觉讲无考；你若是看有，你就知影讲，伊其实拢是咧考这个新闻事件。就这两题就是咧考新闻的事件。你讲哪有最近哪有啥物款的新闻事件甲这有关系？有啦，第一题就是咧考啥？中央政府即马立法院，或这个南北的白市，踮遐咧乌白母嘛，所以7月26号甲这个8月23号，请大家一定爱出来投票同意。罢免掉这寡配合着咱阿强要来害台湾人的这寡恶质的立委所以中央咱看到讲立法院即马定一大堆有诶无诶法条，叫大法官讲你拢违反这个宪法所以这是旧年到今年拢一直咧发生的中央立法院踮遐咧乌白乱舞嘛，所以第一题伊考这咱讲你安尼这个出对的委员嘛拢是这个伊拢叫啥呢？叫1450还是啥所以伊就包装嘛，用地方的方式来甲你考嘛，考讲地方立法机关伊会使立法啦，但是毋是讲伊想要定什么法就定什么法，踮遐咧乌白乱舞就像这个中央互这个吴国昌甲这个布军旗两个人踮遐咧乌白乱舞一寡有诶无诶法条嘛，拢乱修啦，真正是有够夭寿诶啦。所以地方政府、地方的立法机关咧定这个法条的时阵嘛是爱照这个法律的规范嘛所以咧你会使看讲第一题其实甲这个新闻事件是有关系第二题嘛是同款。恁敢知影一件足憾的代志？咱立法院原本要开会伫6月就爱结束结果因个这个推这个议案，讲伊要继续延续来去开会，7月搁继续开8月搁继续开，7月继续开，这是国民党推出来8月搁加一个月咱立法院开一天咱百姓百外万的这个税金就拢去立法院互因用掉所以这是真夭寿结果咧国民党这个民众党讲因要甲这个开会时间自6月搁延到这个8月，结果咧这2个月咱看讲即马7月已开始啦。恁讲恁有要新查啥物件，所以你要搁继续开嘛？咱原本是6月就要结束嘛，结果因拢无因拢踮遐咧四界拍走像踮遐咧路边甲人咧握手是像这个这礼拜这个布军旗嘛是伫花莲踮遐咧拍走奇怪，你讲你要来上班人民的税金是爱纳的呢？
恁甲咱摕咱的税金讲你要去开会，结果咧，开会时间人佫无出现，这是为啥咧？就是因为咱知影讲，即马国民党甲即个民众党，伊有真侪立法委员，其实本身拢犯法准备要互即个检察官来去调查。但是咧，因为因立法委员有即个咱华语讲叫做保护伞所以因惊去互人杀去嘛。所以但是伫即个规定内面，伫咧开议的即个时间内面政府无法度凊彩甲掠所以咧因就惊讲若是即个收贿收贿了因就可能会互人掠去调查，所以因就歹结束嘛，就一直开会嘛。毋过这无要紧咱7月26号拢甲伊罢免掉，互因莫阁去立法院踮遐咧乱互因去法院好好讲安尼所以咧你就发觉讲，这就是因咧会使讲滥用因立法委员的权力就是即件代志。所以伊即题咱地方自治的这新闻题第2题，就是咧考地方的议员有啥物款的权力，甲有啥物款的义务。所以即2题咱要甲大家讲的第一件代志，就是这甲新闻事件拢是有关系。过来第二件代志，就是即2题其实伫咱考试进程，伫咱司法人的考试进程的综合室内面，其实拢有甲大家报告过即2题其实讲起来题目拢足简单的，所以咧应该是真好写。咱头来先讲第1题，地方立法机关要来即个因的自治事项来去立法有啥物款的规定咧？咱毋是甲大家报告过吗？咱地方政府、地方自治团体会使办2项代志，就是自治事项甲委办事项嘛。自治事项就是地方制度法18条甲24条。你要办自治事项，就要依法来去行政，所以法要立。这个立法的规范就是第25条开始25、26、27、28到这个32条，咧讲伊的这个规定要安怎来去处理还有这个30条讲袂使来去违反着上级的法律所以咧，这就是25、26、27、28甲这个30、32这几条就是拢总咧讲地方立法机关，就是地方议会啦，要来去立地方自治法规的时阵要安怎来去定这个规定，所以联合的你若是咧签这个乐透彩这个联合的，所以真好处理所以这是第1题的部分第2题嘛是真简单，伊嘛是咧考地方的这个议会是考议员有啥物款的权力甲义务你若是上咱司法人的考试的综合室，咱毋是甲大家报告过吗？地方议会条文就是地方制度法第33条甲54条其中呢，咱讲地方的权力甲义务就是50、51、52甲53这就是嘛是共款联合，所以就这几条甲伊拼出来这个题目就会使轻松甲伊写起来好，所以这2题咧，其实讲起来无讲介困难，而且呢，拢总是甲地方议会有关系的题目所以你应该是真简单。你若是上咱司法人的这个考试综合室，应该就会使咱进前嘛，毋是伫咱考试进前，我会记得咱有开一场这个线顶的直播嘛，要来甲大家讲这个地方制度法有人咧问讲地方制度法要安怎去处理就讲我有写一趴这个地方制度法的法条其中嘛有写着这咱来看这个地方制度法伊是咧讲这个法条的部分嘛，我看卖啦。有嘛，咱就讲竞请地方制度法依法行政法律局自治法规25岁26详细公处法自治规则看27、28来将范围定委办规则在29、30爱按法为解议会规则31讲3日详细讲定数以上条文全拜请新兵回击如内容你看咱遮就已经讲过嘛这个议员的这个伊的权力甲义务是为这个咱拄则讲的是这个我看卖50条开始嘛，所以咱伫考试进前的题目嘛有念互大家听过嘛伊足长的，因为立法机关有足长的，我就为中开始念啦，就是竞请地方制度法地方议会税分明50言论免职权51不受逮捕权52费用真好康53未用去监测
5是组织税分明，以上规范全拢请新兵回击诸如内容。吼，所以咧，你若是甲这个法条甲读起来，吼，其实啦，你伫这个考试的时阵啊，哇，足简单就对啊。哦，所以咧其实啊，这两题足简单啊嘛，免什么法条啊，你就是基本的概念有，这两题拢是送分的题目就对啊。好这是今年地方自治，就是伫普通考试内面的题目。伊这两题拢是考这个地方立法机关，你若是问我，我是考高等考试，高等考试可能会考啥呢？敢会阁继续考这个立法机关有机会，但是我想应该阁较有机会，就是行政机关呢，也是咱头前的这个新生特考已经考过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立法机关，即届嘛考啊。三个机关之间的互动，这可能后面的高等考试就要较注意哦。阁有今年还未出现的这个地方的财政的部分，嘛要小可注意哦。最后就是这个新闻事件，嘛要小可甲看者。安尼若高等考起来，应该就无问题咯。好，以上来甲大家做一个报告，今年的题目会使讲起来是真简单咯。敬祝大家，若是你有考这场考试，还是你是考高等考试，拢会使考试顺利这个一切平安。咱这回就到这。就叫拍板，趁还没太晚，将百年太换走，一起走，一起终结这场灾难。就不用哀叹，众神护台湾，我们也护台湾。少年给来吧，长辈出来吧，告诉他们台湾哪不是送大，护国的出来吧，保台的出来吧，告诉他们黎明上大。